珠宝，家丝绸，没有错。但是谁都能想得起，我们要的是别人想不出来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的设计没有创意？你的设计是非常有创意，但是它是老创意。它是上个世纪40年代的创意，我们要的是新，我们要的是创意，我们要的是突破。现在已经是凌晨2点多，我们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。为了这个设计方案，我们翻来覆去的改了无数遍。你现在居然说它是一坨屎，麦克，不要把你对冬眠的个人恩宠发泄在我们身上。大家都累了吧？下班吧。对，要的就是这种 passion， 没错。喂，干嘛这么晚不睡？没事儿，你睡了吧？那接着睡吧。哎，你怎么了？在哪儿啊？梦游呢。唉，让你装什么业界良心，傻逼了吧？哎，梦游那个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？我晚上睡不着觉，出来转悠转悠，正好碰见一个梦游的人。唉，你干嘛？怎么这么晚跑这儿来了？心情不好。因为什么呀？心情不好？我不想说。好，不想说就不说。